Elon Musk，多謝你今日上嘅 The Insider 同我哋傾偈，多謝你邀請我哋嘅 Tesla Giga 參觀。其實要介紹你唔用嘅極致形容詞真係好難。我覺得而家世上嘅邊個可以好似你嘅，真係咁努力去創造未來。我而家真係做緊好多建設嘅。你真係做緊好多建設嘅，我都算係。我天生中意建設，純粹就係中意整蠱。係，但係你起緊，我平時成日都周圍去，成日都喺度起嚟。你真係周圍走起咗好多嘢。你帶領咗電動車嘅發展，你徹底改變咗太空旅行。你而家仲有最尖端嘅人工智能模型，仲有仿人機械人。可唔可以由你開始將呢啲全部串連埋一齊講下？係。如果你成功嘅話，你覺得10年後世界會變成點？10年㗎，即係講緊去到2036年。係啊，希望到時我哋兩個都仲喺度。希望啦，係。我哋可以點樣？大概都會好大機會，我哋都仲喺度。好難想像未來唔會有大量人工智能存在。即係話10年後，我預計人工智能會遠遠超越人類智慧嘅總和，即係遠遠超越。其實我覺得人工智能大約5年內就會超越人類智慧總和。5年？我估大約5年到啦。所以到時真係咁地嘅，喺人工智能做唔到，而且仲做得比人類好。可能除咗做一個人之外啦。如果講得貼地嘅生活會變成點咯？我哋目前睇到最有可能出現嘅發展結果，將會係進入一個極度豐盛嘅時代。任何人睇到佢哋都可以擁有。呢個可能聽落好荒謬，但係咁我哋而家都已經去到2026年啦。等我哋睇下2036年會去到咩位啦。當然啦，有冇嘢可能會打亂呢個進程，好似全球大規模核戰咁。但係如果佢第3次世界大戰，我覺得我哋真係會進入一個極度豐盛嘅時代。所以我哋呢個都算係一個對未來充滿樂觀同興奮嘅訊息。我哋一陣會再講下豐盛呢個話題，但而家先講一啲比較實際嘅問題。你佢公司將會點樣賺錢？因為喺 SpaceX 上市招股書入邊，好似大部分嘅收入都會嚟自 AI，主要係 Grok，唔會再好似而家 SpaceX 佢靠運送嘅上太空咁賺錢。你哋公司10年之後會做啲咩？又會點樣賺錢？其實你可以睇睇經濟可以分做數碼智能同實體智能。咁我哋而家有啲係咁嘅，而家發展得好快嘅就係數碼智能。好明顯呢 AI 方面呢，基本上差唔多每個星期都會有新突破。AI 而家可以做到以前做唔到嘢嘅，但係佢都仲係有啲限制，只係局限咗數碼世界入邊。佢哋末端執行器，你需要喺末端執行器就係類人、機械人嗰啲。其實你基本上需要好多機械人。簡單嚟講，你就係要有大量機械人，咁你就可以有智能只係喺數碼世界展現，去到可以改變實體世界。你會問咩叫經濟？經濟就係生產貨品同埋提供服務。如果你有大量機械人嚟嘅，再加上大量數碼智能，你就有一個近乎無限嘅經濟體系。所以其實呢啲嘢未來會同過去真係好唔同。我覺得佢嘅比喻或者隱喻可以形容到我哋將會經歷咗改變有幾大。我明白嘅，我都試落去嘅嘢，睇下嗰個世界會變成點。但係某程度上，你有冇嘢？我覺得會係好事嚟嘅，應該會好勁。其實都有風險㗎。係啊，有風險。同意，我哋會講到呢啲嘢，但係講翻點樣賺錢先，因為最終大家買你股份都係預你會賺錢咯。你係咪賣機械人？我再預測多一樣嘢，到2036年，錢已經唔重要。你而家嚟緊我同 Elon Musk 嘅訪問，如果你想早啲嚟到其他訪問，可以喺上面條 link 訂閱經濟學人。而家佢哋翻返去訪問，我唔肯定買咗你股份啲人會覺得2036年錢唔再重要。你想要錢咁做咩？你要錢都係想買商品同服務啫，係咪？你要錢都係為咗食物、住屋、交通、娛樂啫。
咁如果呢啲咁嘅充裕嘅話，機械人同 AI 可以提供多過人類消費得晒嘅商品同服務，咁你仲要錢咁做咩呢？但係你而家創造緊嘅機械人喎，我睇到時，你都仲係需要錢嘅，係啦。你係咪會買呢啲機械人？你係咪會賣人形機械人？定係你會用你控制嘅人形機械人去生產商品同服務？我舉個例子，Levi，Strauss，我我哋其實如果我覺得自己可以控制一個比我聰明好多嘅超級天才 AI，佢都幾自大下。我覺得我哋可以同應該做嘅就係確保 AI 有好嘅價值觀，佢會關心人類，佢希望我哋開心同繁榮。我哋嘅大概都會係嘅。我自己個腦袋話我知 AI 安全最重要嘅就係要極度追求真相同保持好奇心。如果真係咁，我覺得 AI 會促進人類發展。咁我哋不如咧拆解下呢個問題。你肯定10年之後人類就唔再有控制權？我覺得機會唔大，就好似如果 AI 同人類之間嘅智能差距遠遠大過人類同黑猩猩之間嘅差距，咁好難想像黑猩猩會有主導權。呢點真係令我好震撼。而且其實我哋都係黑猩猩進化出嚟嘅一個形態。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呢，我哋都仲喺樹上搖嚟搖去，喺叢林入邊食香蕉。順帶一提，我哋而家都仲會食香蕉。我哋會，而且有時都會喺樹上面搖下搖下嚟嘅。係啊，有時喺樹上搖下都幾好玩，都幾有返以前嘅感覺。為咗懷舊，間唔中都可以喺樹上搖下。其實我覺得應該多啲人去樹上搖下，呢樣嘢真係超好玩。我都認同你講嘅。講到喺樹上搖下，我真係同你一樣，我好中意喺樹上搖幾搖去。但係我而家真係有啲感觸，聽你哋講，我特別有感覺，因為呢幾年我都聽過你講好多嘢。10年前你上過一個 podcast，我記得好似係同 Neil deGrasse Tyson 一齊嗰陣，你講過你最驚嘅其實就係 AI 會快速循環式自我提升。係啊，你仲講過呢句我好深刻。你話我哋最多都只係做 AI 嘅寵物拉布拉多。咁呢隻拉布拉多獵犬都係幾開心嘅動物嚟嘅。但去到2023年呢，你就要求 AI 要慢啲發展嘅，因為你開始擔心。其實我都係簽咗名啫，你知啦。我只係500幾個人其中一個，純粹係其中一個簽名者啫。但係我記得就算係舊年你都講過喺邊度講嘅呢？好似係 Ted Cruz 個 podcast，你話有1成到2成機會有殺人機械人滅絕人類。咁嗰陣你聽落都幾擔心嘅，但係而家你好似好輕鬆咁，你係咪改變咗你嘅睇法？我依然覺得 AI 同機械人係有風險嘅，唔係零風險。我而家有啲哲學上嘅結論，就係要睇好嘅一面。我覺得我真係睇唔到有咩方法可以真係阻止到 AI 同機械人咁勁嘅發展勢頭。有時我都會諗，其實就算有個停止掣，我哋都未必應該落去，因為最有可能嘅結果其實係會帶嚟極大嘅豐盛同埋繁榮。其實我都係佢嘅，我覺得你好似而家已經接受咗呢件事係無可避免，佢唯有希望最好嘅結果，順其自然啊。係啊，我意思係基本上都係佢就享受呢個旅程啦。呢一刻呢個就係我哋人生哲學，因為講真呢樣嘢好似真係無可避免。人工智能同埋機械人技術方面嘅飛速進步，就算我真係想停，都完全停唔到。你覺得呢件事點樣啊？仲有冇1成至2成機會殺人機械人會導致人類滅亡？咁都算係高 P 都滅亡概率，好似人哋咁講。其實長遠嚟講，我哋最後始終都會死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根據標準物理模型啦，宇宙最終會變成一個好長、好悶、好稀薄、灰灰嘅雞湯嘅狀態，慢慢咁冷卻落去。即係話呢個就係所謂宇宙熱值。所以如果
宇宙移植真係我哋現實嘅結局。其實最重要都係個過程，因為個終點真係好恐怖。係啊，但係10年其實都唔係好，我明白，但係可能仲有好長一段路先到咯。係好長，你想講長路。如果10年內有1成至2成機會，你會唔會坐你自己嘅火箭？如果你覺得有1成至2成機會會爆炸害死你呢？會啊，但係假設你哋都做唔到去改變呢件事，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盡量減低壞結果發生嘅機會。但係想阻止機械人變得有智能，其實好耐之前我都拒絕參與人工智能，或者話其實我創立 OpenAI 主要都係想制衡 Google，因為嗰陣時佢哋基本上壟斷咗 AI。之後 Anthropic 就由 OpenAI 分拆出嚟。如果講真，其實我做咗嘅反而加快咗 AI 發展。你知啦，我本身都唔係特登想推動 AI 發展，但係創立 OpenAI 之後，而家 Anthropic 又由嗰度分拆出嚟，依家仲係 AI 領域嘅領頭羊。即係話，其實我哋行動帶嚟嘅連鎖反應，令 AI 發展加速，呢個都唔係我原本嘅本意。所以好似條條路都係加速 AI 發展。咁我就咁好啦，你可以選擇唔開心定係加入呢個圈子啦。我哋你而家入咗圈子啦，係啊，你真係已經加入咗呢個圈子，你睇得打輸就入埋。你明顯已經做到，而且做得好成功。但係點樣去減低風險呢？其實你知啦，其他幾個模型開發商嘅領袖都一直喺度推動唔同方法，想減低風險。你知啦，就係上個禮拜Demis Hassabis 就提出咗一個公司合營監管機構嘅建議。我記得你好似話呢個係一個討論嘅好起點，係咪？你覺得你哋係咪應該更加主動去推動一啲措施，冇控制風險，定係你覺得呢樣嘢都係咁可能？我俾 Dennis 嘅建議，因為我哋喺發表文章之前同佢傾咗幾個鐘，就係佢。我哋而家最即時可以做嘅就係最頂尖嘅 AI 公司，起碼可以一齊見下邊。我哋每隔幾個星期就開一次電話會議嘅。各位朋友，大家都可以喺度自由討論任何有關網絡安全、數據隱私以及系統保安嘅問題，而且喺未來出現一啲真正嘅重大技術突破，即係指一啲完全全新功能，比起現時現有嘅 AI 更加強大、更加聰明嘅人工智能模型正式推出之前，唔同嘅 AI 公司呢都絕對有好多好充裕嘅機會去發展同埋嘗試。測試嗰個模型嘅有冇啲咩有害影響，同埋可以建議暫停去處理一啲安全問題。我覺得呢個係最簡單最快可以做嘅嘢，之後都可以慢慢發展得更完善。但係我覺得啲做會係一個聰明嘅決定。但係點解你哋仲未做呢樣嘢？我意思係你冇得5個人啫，係咪啊？個名 Dario Demis Sam，我意思係你哋都唔係特別中意大家。係啊，但係你睇又唔係全部。我意思係你哋都係互相競爭緊，係咪？你哋都想做第一個。係嘅。但係我覺得就係喺競爭對手可以互相監察，保持誠實。即係話，如果一個政府入邊嘅深厚技術知識，又唔係推動 AI 前沿嘅人，其實好難判斷某啲嘢應唔應該推出，去判斷某樣嘢應唔應該公開。但係我覺得佢競爭對手，如果俾佢哋1-2個星期去審視呢，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新模型可以突顯問題，而且所有競爭對手都有動機去保持大家誠實。咁有冇足夠信任做到呢樣嘢？你哋未必真係中意對方。如果你咁做，Sam Altman 會唔會驚你偷嘅主意啊？其實我哋只係講緊1個星期咋。我覺得私人測試只需要1個星期，佢短時間就夠。唔係話要交出 AI，定係想測試下啫。你有冇提出過呢個建議？係啊，只係透過 API 或者其他方法去測試下啫。我覺得佢做應該都幾好。你有冇提出過啦？你可以安排到呢件事呢，我就係佢同 Demis 建議過，我哋
我都會同 Daria 傾下呢件事。咁當然啦，仲有好多嘅發展非常之迅速，而且好有頂尖實力嘅中國 AI 科技公司，有幾間都做得好好。新嘅 Kimi 模型， Kimi K3 上個星期出嗰隻，佢同 Fable 一樣咁勁。我覺得實際上 Fable 依然係最叻嗰個模型。我哋任何人實際上都會咁講，依然係咁。但係 Kimi 模型已經追得好貼 Fable。而家呢 Anthropic 有個叫 Mythos 嘅模型呢， Fable 就係由佢衍生出嚟嘅。我哋喺佢2月嗰陣已經準備好嘅，所以佢哋而家有，我唔肯定佢哋叫咩名，可能係 Mythos 2或者 Fable 6之類。總之係比2月時好得多嘢嘅，佢哋幾乎肯定有，唔係幾乎，係而家肯定有。所以我覺得佢哋隨時都可以推出。喺我哋講到發佈之前，你點睇中國模型同埋相關嘅地緣政治？你會唔會擔心中國人會追上甚至超前？考慮到目前中國喺 AI 公司喺相對缺乏同埋比較有限嘅運算資源之下，都依然可以做到目前嘅出色嘅技術水平。如果佢哋喺不久嘅將來可以獲得大量嘅運算資源，絕對有好大機會可以成為全球 AI 領域入邊舉足輕重嘅領先者。而且到某個時候，佢哋好可能真係會有好多運算資源。咁即係話佢哋會成為領先者，有好大機會佢哋喺某個時候會成為領先者。你可以咁佢而家人工智能發展嘅限制呢，基本上就係電力同埋 AI 晶片嘅供應。跟住如果講實體 AI，就係機械人。中國都有啲好勁嘅機械人公司，其實佢哋仲有啲機械人運動比賽。我唔知你有冇諗過嘅比賽？有，我睇過。我上次去北京嗰陣都見過咗機械人。咁佢哋仲有啲好似乜嘢？好似有啲機械人拳擊賽或者格鬥賽，幾有娛樂性。我仲攞過條片，有部機械人個頭俾人打甩，佢都仲繼續打，連佢哋個頭都唔停。佢落都幾搞笑。不過其實我覺得機械人大戰將來會好好啲，好有娛樂性。只係少少咁嘅，所以中國喺機械人方面好強，數碼 AI 都好勁。如果你睇下發電量，其實你可以話 AI 係一個咁樣嘅函數嚟嘅。無論限制因素係晶片定電力，中國嘅電力都遠多過美國。事實上，中國而家嘅電力已經多過美國、歐洲同印度加埋，而且我估中國將會去到美國4倍嘅發電量，呢個大約都同人口比例差唔多。喺美國應該冚㗎，政府應該點做？我意思係，如果一個威權政權喺最強大嘅科技領域領先咁多，其實都幾令人擔心。而好明顯，美國佢哋政府一直都試緊用出口管制等等方法去壓制中國。你覺得佢哋應唔應該禁止用 K3，好似 Kimi K3 咁？其實美國離地政府可以通過嘅法例去阻止美國公司用中國嘅模型，但係佢哋冇辦法阻止全世界其他地方用。所以唔係話美國政府對中國或者全世界有咩權力。咁應否阻止美企用呢類模型？而家都有人討論緊呢樣嘢，係咪？我覺得咁樣冇咩幫助，咁樣都阻止唔到中國成為 AI 領頭羊。其實講到數碼智能，最終都係咁，你有幾多 AI 運算能力，即係你有幾多晶片嘅嘢，你有幾多晶片，同埋你有幾多電力，你有幾多電可以用。所以而家最大嘅限制呢，我覺得其實係電力同冷卻，比起 AI 晶片仲要緊要少少。因為 AI 晶片對電力嘅需求真係好高好高。我哋可以講下用水量㗎，但係其實 AI 用水真係微不足道，幾乎可以忽略。但係呢，用電量呢就真係好高。所以你先會諗住搞軌道數據中心係咪？係啊，任何 AI 晶片最大嘅限制都係咁，唔可以喺中國開機，主要都係因為電力冷卻、電力設備等等嘅問題。
AI 晶片生產嘅速度已經快過新電力供應嘅速度，上線咁中國同中國以外一樣。中國以外，我明白，係啦。而且因為中國，你都知美國已經禁止最新 AI 晶片出口去中國。中國而家晶片存貨都算多，但係佢哋而家用現有晶片嘅效率高咗好多。而 Kimi K3其中一個最令人驚訝嘅地方就係佢哋用得幾咁高效啊！而中國亦都，我覺得其實中國解決光刻技術問題，比大部分人想象中更加接近，咁樣就可以大規模生產 AI 晶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唔應該變成淨係講中國嘅討論，但係而家中國以外最大嘅限制係電力，而中國本身最大嘅限制就係晶片。一旦我哋用太空 AI 數據中心解決嘅電力限制，喺中國以外地區又會再一次變成晶片供應受限。咁啊，對我嚟講就代表你需要中國同美國，如果你想有一啲整體嘅安全限制，佢哋就必須要一齊合作。如果你想試下，正如你頭先講係5個，大概係應該都要包括做緊前沿 AI 嘅中國公司 AI，模型都要計埋。你覺得政府需唔需要參與？其實我個人嘅建議係，如果有喺目前喺市場上面處於領先地位嘅人工智能公司，發現或者覺得某個研發緊嘅新模型係好危險嘅話，佢哋係絕對應該要主動向政府相關部門作出正式嘅通報。如果有新模型好危險，而出呢個模型嘅公司又冇採取措施去解決呢個危險，咁佢哋就應該通知政府，等政府可以採取行動去限制嗰個模型嘅發布。而呢啲行動可以係中國政府做，或者美國政府做。政府其實主要都係美國政府同中國政府先有能力喺呢方面採取行動。我哋大家都會擔心，淨係靠一班模型開發者去決定做唔做呢啲嘢。即係如果你睇下美國政府對 Mythos 做咗啲咩，佢哋介入咗，因為佢哋擔心網絡安全風險，而佢哋係用出口管制嘅威脅去介入。咁你知啦，阻止咗呢個模型大規模發布。我真係好難想像政府唔會想保留呢個權力，最終由佢嘅決定一個模型出唔出得街。我覺得佢哋應該有呢個權力，但又唔係話政府入邊有人發現 Mythos。其實有一啲令人覺得好驚嘅網絡安全問題啊，風險其實係 Amazon 指出嘅呢件事，然後 Amazon 打電話去白宮。系統入邊，模型開發者會互檢工作，發現問題時即刻通知政府。政府就諗，如果有啲咩令人擔心嘅事，而嗰間公司又冇做任何嘢去處理嗰個風險，佢就係政府應該介入同埋採取行動嘅時候。呢個就係啱啱發生咗喺度，呢啲嘢要幾快發生先得？我覺得最好就係盡快做，係冇嘢。其實應該即刻做。大家都係佢同我講，因為模型進步得太快，我哋要喺未來6個月內搞掂某啲系統。係啊，6個月都算長啦。咁你覺得應該再快啲？其實而家 AI 突破咗消息多到，有時一日都唔止一單。即係話上個禮拜有幾多個好多，真係好多，數唔晒。真係好多。所以基本上，無論係 DMIS 嘅建議定其他人嘅，都要一齊坐低搞掂呢件事。聽你咁講，差唔多要即刻做啦。係啊，我建議最少都要有啲非正式，每星期或者隔星期，我哋首先要開返個詳細嘅會議。除此之外呢，我哋仲可能要俾競爭對手有1至2星期嘅早期試用。所以我覺得呢啲誘因係 work 嘅，因為我覺得競爭緊嘅公司應該會明白咩係安全風險，佢哋絕對唔會介意指出對手嘅模型應該要延遲推出，係咪？我覺得呢個誘因結構喺呢方面真係幾 work。
其實就好似電影協會咁運作。呢個機構其實係一個專業嘅行業組織，主要係負責去評定同埋決定每一套電影到底應該要點樣去進行分級，睇下內容係咪真係適合俾嘅細路仔去收睇，而且冇落都幾 work 喎。但其實你只係要政府介入啫。如果有間公司做緊嘢好危險嘅，又唔肯採取行動去減低風險，你覺得點呢？呢個問題幾棘手。不過你哋大家都唔係好中意對方，亦都唔係好信對方。你哋成日喺社交媒體度互相串咁串去。咁你覺得你可以同佢哋唔中意嘅人合作咩？尤其係喺領袖之間咁多私人恩怨同埋火藥味。可以嘅。其實我唔係好中意 Sam Altman，因為你而家嚟緊我同 Elon Musk 嘅訪問。如果你想早啲嚟到其他訪問，可以喺上面條 link 訂閱經濟學人。而家翻返去訪問現場。如果你成立咗一間非牟利機構，目標係做一間開源 AI 公司，屬於全世界嘅，但係最後竟然變成一間市值8000億美金封閉源碼嘅盈利公司，你都會覺得，喂，等陣先，呢個完全同我捐錢時嘅初衷相反喎。呢個就係我嘅問題所在。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合理嘅。跟住 Dario 其實佢都唔係好中意 Sam Altman，因為佢覺得事實上 Anthropic 嘅團隊會離開 OpenAI， 原因就係佢哋唔信任 Sam Altman。如果唔係 Anthropic 根本唔會存在，佢哋而家都仲會喺 OpenAI 度做嘅。我覺得 Dario 係一個好有原則嘅人，佢對好多嘢都好上心，佢好關心世界未來。而我覺得我到而家嘅 Anthropic 遇過咗每一個人都係冇人令我覺得有邪惡嘅感覺，佢哋成日都俾人感覺係出於好意。我覺得通往地獄嘅路大多數都係由壞心腸鋪成嘅，當然入邊都有啲係出於好意嘅磚頭，所以我哋都唔可以掉以輕心。但係講到底，如果真係要傾，我哋都會傾，即係話為咗世界好，擱置我哋自己嘅分歧，為咗世界好。呢樣嘢對我哋其他人嚟講都係一件好事。係啊，我哋可唔可以講下另一個大家擔心嘅風險？特別係我覺得普通美國人依家 AI 變得極唔受歡迎，有75% 嘅人都擔心呢樣嘢。我哋睇啲最擔心就係自己份工。如果你睇下 Ariel 都出名講過咩話，50%入門級工種、入門級白領工種幾年內就會消失。你睇而家仲整緊類人機械人。係啊，其實佢都講過 Dario 自己都係自掘墳墓。講到 Mythos，因為佢話 Mythos 好恐怖，嚇死人，而且順帶一提，我哋會推出嚟。跟住佢又話：你咩意思啊？我哋嘅將來都會佢啲唔同嘅字眼嚟講嘅，因為好明顯，如果你嚇親晒嘅人，然後又話哦，我哋要推出呢個嚇死人哋嘅，大家一定會擔心啦。你基本上叫啲人哋要驚，然後你又真係推出嚟嗰樣嚇人哋嘅，咁佢哋梗係會驚啦。呢個好自然啫。所以我梗係唔想你嚇親嘅。但係我真係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討論就係 AI 究竟幾快同埋去到咩程度已經取代咗人類嘅工作？因為正如你所講嘅，如果我哋講緊10年後呢，情況會更加明顯。到時個人工智能嘅智慧會多過任何一個人類嘅智慧。係啊，如果你喺推動人形機械人發展方面呢，喺目前呢個國家嚟講呢，你應該係領先晒大家嘅。咁其實呢樣嘢都會對未來工廠嘅工作模式產生好大嘅影響。咁你覺得你自己心入邊嘅工作被取代嘅速度上邊係咪同 Dario 嘅睇法比較接近呢？老實講，我覺得呢條路行落去一定唔會順利，因為其實 AI 嘅未來將會做到任何一種類型嘅工作，仲要係做得比人類更加出色。而且好快就會變成所有數碼類工作或者任何需要用電腦或者電話嘅工作 AI 都可以做到。AI 可以做晒呢啲嘢，我哋好快就可以做到晒呢啲嘢。至於軟件工程呢，我哋而家已經有一個情況，就係 AI 寫軟件已經比起最少90%嘅人類好，比90%專業軟件工程師
寫軟件都勁。